这Super View 很好，对，差不多。更有感觉，更有感觉，因为真的在地上。打压工人，打压工人。我是排球队的，他是那个举牌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领球的。他是劳动之王学大部分你们在这边休息啊。最美的那个。举牌员自己讲。在里面休息。这种话不能自己讲。对啊，是最漂亮那个才会站在前面这样唱。还有。还我工作！还我工作！今天的阵仗其实虽然人数没有很多，不过还感觉蛮好的。然后真的好像在看到，然后还蛮有那种情绪会亢奋的感觉。我们刚才还遇到真正抗议的，还跟我们讲说要加油。道歉赔偿！道歉赔偿！我觉得今天很特别，是杀青的最后一天，真的来到了劳动部，然后真的就是示威游行走了一大段路，那种感觉就是，我觉得蛮感动的，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在做一些对的事情。